作為金牌擺渡人，我嘅工作就係接受委託，將嗰啲痛苦迷茫嘅人送晒上岸。擺渡人最高原則，一旦接受委託，永遠唔會甩拖。你騙誰呀？你誰呀？滾！停！我是來道歉的。蕩婦撲街！我們的擺渡可是無所不能啊，活埋啦、自焚啦、空手接白刃、人肉千斤頂，反正只要你說得出來的，我們一定幫你渡到彼岸。擺渡人 ，Let's go！ 擺渡人啊嘛，係要對自己狠啲點嘅喎。記住，感同身受。我靠！你睇睇，好大條士啤胎啊！